古早有一个神秘的神殿，内底有足珍贵的宝藏。听讲有一位智慧之神伫咧遐镇守，足侪人拢无法度通过伊的考验，空手而回。到底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人，何时才会出现呢？东湖国小的囡仔仔、囡仔姊，咱动作较紧的哦。今日啊，要来做伙摕宝藏，啊，毋过阮摕宝藏台语足好的，恁台语上上好。哇！啊，等者你就是今仔日的帮长，你要带下好好表现。咱都要尽量讲台语，啊讲较大声，莫避暑哦。石门收来啊！守护宝藏是我石门神，要开智慧爱做智慧之神。探险队员，探险队长，大家好！来到这就是要摕宝藏，啊，不过要摕到宝藏无这么简单哦，因为智慧之神有甲我讲，伊讲哦，咱做人爱饮水思源，所以我想要问探险队员啊，这个囡仔仔、囡仔姊，你平常时哦心中想要感谢什么上重要的人？台语老师，台语老师，为什么？因为伊教我足侪语词。厉哦，害，足标准老。师听到一定会感动啊落屎。我感谢的是阿嬷，是安怎是阿嬷？因为伊教我上侪知识。哦，教你真侪知识是吧？知识。哦，甲你照顾。我要感谢的是阿嬷，嘛是阿嬷是安怎？是阿嬷。伊叫我台语。哦，伊嘛教你台语吼。哦，真好哦。阿母，阿母是安怎是阿母？因为伊叫我照顾。哦，伊甲你照顾。大家呢，拢对着这个哦，非常感恩的心，也个有欢喜的心。来到这哦，一定哦爱真欢喜心，因为恁小等的就摕到宝藏，然后呢，即马就提出恁的真实，也够过来，大声讲出恁的队名。我是东湖火警高队，出发！欢迎光临。小朋友，来，咱做伙来到这个所在，咱若是要摕宝藏，就先找这位啦，来，咱先徛遮。哦，真正的，毋是汉信，啊，你即马是安怎啊？我是头先听你讲遐一寡感谢的话，哦，真的是感动的，你知无？我这个人哦，就是较会感动啊。啊，就听你安尼讲，我感觉真正哇，恁这个囡仔足乖，来，咱去较边啊。咱来这个所在。恁感觉恁通用什么款的实际行动去甲伊表达恁的感谢？写一张感谢的卡。啊，真好呢，迄老师哦，看到你感觉足大心的。足感动的。啊，有定你咧？帮阿母洗碗。洗碗，洗碗哦。哎呦，拼厝内。好哦，大家拢甲感谢话拢讲出来。即摆要甲恁考验吗？好。第一个题目，准备接招，评论卡。看你安怎排，伫规定的时间内，各帮两边的人爱用形容的方式沟通，再搁照顺序甲身上摆伫正确的位置。爱会记哩哦，形容的时千万唔通讲着顶面的字，若无恐惊会浪费恁的时间哦。咱若是放假的时阵啊，定定会甲厝内面的人做伙出去佚佗，对毋对？对对啊，你若是真正搁休假的时阵啊，你敢有想要甲厝内面的人做伙做啥物代志？去玩，去耍哦。去耍。啊，啊，想要去倒耍？杜拜。杜拜哦。嗯。哇。哇，杜拜，哇。啊你咧？我要去花莲。花莲。
唔管是去倒位，唔管是做什么代志，啊，甲厝内面的人气就真好啦。对啊，就很好安。尼开始要甲恁考验啊，即摆考验的捌甲所在有关系，听清楚，就是即个所在对上大排到上细，上大排第一，上细排第六，加油哦！现在甲来，紧看题目。那看后壁。开始形容。你上大的是啥？是宇宙内底其中一个，宇宙内底哪色的哦？啊，你家己讲，你这边上大的是啥？火车、火车、地球、地球、到月球，你讲你上大的所在内底有遮的物件？你遐排第一，啊咱排第二。好，来紧。好，来。啊，过来咧，继续形容哦。阮伫遮读册，阮是上济是有老师甲同个所在。逐工拢爱去。第六了。第六。好，来。啊，你有这个坑第五，读册所在坑第五。啊，阮遮阁有一个，来，来紧嘞。中咱大个国家，这个感觉韩籍，敢若韩籍。啊，恁那边的，恁无讲一个，互因听看卖。伊是台湾首都，台湾的首都。要排第几？爱排好哦，排好哦。安尼因第几号啊，离向后口，离向后口，离向后口。你较定者，伊要排第几号？你要排第几？你要排第几？你要坑在啥？你讲到位，你是讲到位。所在是几韩籍啊？你要几号？啊，你刚刚你这个所在够四号，好，韩籍。几号？咱才几号？恁遮几号先？四号，我知，我即马几号有物件？好，时间到。时间到。是。啊，恁对方是啊，你咪就知影。好好，咱来看卖，对唔对咧？因来教。大家人有想要坐迄落太空船去宇宙行行的无？有影？宇宙。宇宙。安怎形容？头先其实讲了就真正确啊。拄则火车、月球、甲地球。嘿啊，拢伫咧内面嘛。啊，伊这就上界大，无比这搁较大的。地球。地球。嘛伫宇宙内面啦，对不对？地球安怎讲？头先讲蓝色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搁有啥？叫做意义。嘿，谁做意义？大部分拢是海加山。无物件。第三个是啥？啊，你看起来是啥？台湾。好，安尼咱先甲排起，台湾甲台北排起。请排。好，台湾排伫咧第三，摕较悬的，嘿。哇。哦，啊，若讲到台湾，民间讲到是国家，国家。啊，搁有啥物？什么形？韩籍、汉字形，目前看起来是对的哦。台北，台北。台湾的首都，你有讲到？在阮足济所在啊。交通就方便呢。是。交通真方便。好，咱来看卖，后一个是啥？好。啊，搁通安怎讲？内底有老师。办公室。办公室。哦，对，真好。对，啊，伊搁有分真济无共款的，有的国小的，哦。啊，搁有啥？高中。高中。中。大学。大学。什么所在？教室。啊，教室。教室，来安怎讲？内底有老师。老师。同学。有同学，啊，搁有。黑帮。黑帮。啊，你目前看起来，到底是着几题咧？咱徛较过来。较头前。哦，安尼袂歹啦，拢总摕到5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箍箍。恭喜！好，安尼随来进行后一关，来哦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卡。爱讲才会赢，三个人会一直刷位，轮到想就爱来回答。第一阵是甲恁队长合作，看到的偌济就金箍箍通摕。第二阵话恁爱甲我对决，若是赢我，会当摕到金箍箍，准备接招啦。但是我要甲你讲，今日来的小朋友，毋若台语讲了好，真活泼有啊。其中有一个小朋友专长超厉害，伊是用电脑设计游戏。设计啥？我看。设计什么物件？
挖矿的啦，矿啊是毋是有一个城市对不对？是定色，啊伊叫啥定色 Minecraft。 ？Minecraft。哇，足专业的词嘛。泡泡泡泡。对，拍破，嘿，知影拍破就好啊。啊，你用迄个定色偌久啊？ 2年。学2档啊，设计软体啦吼。好。好，安尼即马要来甲恁考验啊。考验吗？听好题目，来，请讲出煮还是菜这个词。煮嘿，煮。真济啦。地煮。哎对哦，你莫搁甲讲，你莫。好来，加油，现在甲煮。地基煮。哦，你哦。来菜。白菜。白菜好，真好。菜。菜色。菜色。菜。高丽菜。好。煮。猪人。主人。煮。公主。公主真好。菜。玻璃菜。好。玻璃菜啊，玻璃来菜。。煮。主持人。主持。朱麒麟。主持人，嘿对。煮。猪板林。猪板林。对。猪板林。哎呀，无煮啊，无煮啊。藤虾菜。两家菜哦，真好哦，主真爱食菜哦。啊。菜。菜头。菜头。煮。猪腰。主要对。互你选啦。好。菜。我要菜。我要菜好。我要菜。菜。硬菜。硬菜。好，煮。啊，我没讲菜。煮。煮。有无？煮。煮够啥？煮够啥？煮。地煮。地煮。厝煮。厝煮。哎呦，无啊嘞。好，咱恁对了，因为这题啊，第8个金哥哥，恭喜恭喜恭喜，欢喜欢喜。快！好，第一步就是讲出灶骹的物件，第一就是讲出会当食的，啊，第二就是袂当食的物件。开始哦，听那个袂当食的鼎。袂当食的珍珠哥。袂当食的碗箸。碗箸，好。袂当食的生活机。生活机，袂当食的水稻头。水稻头，会当食的白菜。白菜，袂当食的跟他讲差不多啊，你甲我想一下。袂当食的。袂当食的。时间到。好啦，不要紧啦。好，安尼得到2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扣扣。恭喜！好，安尼2个金扣扣恁摕去啊！来哦，上尾关准备接招，林大哥。选你无毋对，这关要来看影片，内底会有题目，白色色甲红旗旗会讲出因家己的答案，恁就要判断选看谁才是对的。若是选唔对，恁就会失去2位队员；若是选了对，就会当摕到金箍箍哦。其实讲真正，咱生活伫这个社会哦，真方便。因为真正咱是人拢互相咧斗相共，所以咱要抱着一个感恩的心。啊，今仔日我要带大家吼去看一个影片。啊，这个影片哦，就是互迄个大兴姐姐啊，会带咱去做一个公益活动，咱做伙来看卖一下。现在。大家好，我是人水阁有爱心对生活充满好奇心的非常一花黄大兴。今仔日啦，我收到一位朋友的邀请哦，伊讲要来一间育幼院要表演，啊，毋过啊，头拄我安怎找拢找无伊的人，咱来敲电话看卖啊。他会听到声音伫这边，他会伫遮。你找我吗？你敢会伫咧遮？无啊，我即摆咧表演啊，等下有要表演啊。咱即马小宝哥啊，已经替咱家这个家规管好，安尼即马
敢会当问一下，就是我等下要安怎做，较安全，较袂危险。等下呢，你徛伫我后壁啊，我洗到衫，这轮衫你头围头就冲就俾你啊。好哦。更较头前。超恐怖的。一、那来较近呢。这你唔挂倒来。啊，你才无好保持平衡呢。我头仔伫内底，我感觉我无法度喘气，所以头仔想保伫内底有法度徛遮久，我实在感觉有够厉害。刚有别项，我嘛会当去继续体验。啊，安尼好啊，空气球，要个分两条。一个分两粒有足困难吗？一、二、三。啊！你真正分起来呢？有，快起来，快起来。头壳麻麻的感觉。头拄啊，我干那分一粒，而且我用嘴分哦，我就分袂起来。咱的香堡伊会当一件分两粒，而且是用鼻孔，所以我感觉伊真正是非常了不起呢。讲到分鸡龟啊，我就想着头拄啊我分了，我就感觉我规个头壳有够戆的，就表示我已经换去过度啊。我就要来问大家，若以后拄着换去过度的话，爱安怎处理较好咧？换气过度，你有这种经验吗？还是下下有同学发生过？无呢，无啊。到底要安怎咧？提宝装真欢喜，讲台语了不起。最上简单的，就是爱禁气。禁气呢，禁到无气的时阵吼，你就豆豆啊，这个吐两气，安尼重新再一遍，安尼一遍一遍的延长，一遍一遍放慢，安尼你知影无？哇，敢若有道理，佮敢若听无啥有。好，咱听看卖红记记安怎讲，看啥讲会较对。大家好，我是红记记，公司非常了不起，带咱来学台语哦。我甲恁讲啦，恁吼捌看过电影无？电影内底吼，恁若是换气过度的时阵呢，就会使摕这个塑胶袋啊，甲你的鼻仔喙往起来，啊豆豆啊喘气，安尼就会当避免咱这个过度换气的问题哦。我感觉是白涩涩，是安怎是白涩涩？因为红记记讲，甲塑胶袋啊往起来，袂当喘气。无恁简单讨论者，恁想要选啥？恁想要选白涩涩还是红记记？涩涩，涩涩，白涩涩，白涩涩，白涩涩，涩涩，吼。恁选的是白涩涩。干安尼？恁选的是白涩涩。干安尼？哎对啊！我唔对啦，就是爱禁气，啊就禁气了，啊豆豆去调整，对。啊可能就会较好。好，咱来看卖后一题。哎，摸看，来，来，好。对啊，就是看表演看了了，咱即摆要来邀请咱的董事长来替咱讲看卖啊。你头头看表演看了，你有啥物款的想法？我相信这种公益的演出，也是一种团体的演出，对囡仔的迄种头脑的迄种刺激，非常的帮助。所以，阮当然是非常的欢喜。拄啊，看到咱的大名册，咱的祥宝哥的表演了后，我感觉伊实在是非常了不起哦。不过啊，我祥宝哥，我有一个问题想要甲你借问，就是安怎你一开始会想要来做这种公益的表演？这来讲到我较早就是较袂晓想，老就是做一寡较无好的代志，就是互阮老爸老母操烦。到有一个，就是阮较早的同学一个女同学啊，就是你要跟我佚佗，
啊，有一个差不多我高中的时阵吧，就听着因老母卡来，就是讲哦，伊敢若就是有昏倒，去病院的时阵，伊讲哦，就可能就无救啊。嘿，啊，到尾伊咧办丧事的时阵，我去甲伊看。看的时阵，因老母就讲哦，较早伊小朋友，然后讲哦，较早伫学校安怎拄安怎，伊希望讲我会当代谢归正。所以这是你迄个朋友的愿望。对，我就讲啊，咧就做一寡公益啊、功德啊。拄啊，咱的祥宝哥咧做公益，所以就表示伊拢有咧做好代志。其实啊，我平时嘛拢有咧做好代志哦。安尼看起来，我嘛会当算是一个好好仔人吧？好好人是安尼用的吗？好好人毋是安尼用，安尼好好仔人是啥物意思咧？好啊人，好人，到底正确的意思是啥？咱听看卖红姐姐甲白小小是安怎讲？正确就是无白听的人，你的身躯哦，拢真好，拢真健康，安尼你知影无？来，红姐姐安怎讲？唔对唔对，应该是吼人人好。啊，人人好的意思呢，就是讲吼，你这个人吼，拢委屈家己，啊对别人吼较好，安尼知影无？伊哦，你感觉咧？白小小，白小小是安怎是白小小？阿妈讲的，阿妈讲的。阿妈讲的。恁呢？恁感觉咧？红姐姐，你感觉红姐姐？是感觉较好的，较有礼貌的。红姐姐，恁去互因说吼。伊就讲红姐姐，你就讲好红姐姐。所以恁选的是红姐姐。敢安呢？嘛是讲红姐姐啊，阮拢感觉，啊，毋过伊讲的好啊人是安怎？伊就亲像伊讲是无白疼，身体真健康的。佫有另外一个讲法是讲安尼，啊，这个好啊人，啊若去挥挥闪做做遐个代志，做歹代志。对，恁拢总是得到一题，会当摕到半个金箍箍。但是佫有两届机会，到底摕到宝藏无？现来看。两届机会哦，啊，你要选倒一个动物？两届机会摕宝藏。第一个要选倒一个？长尾山羊。哎呦，好，手甲放起哩。第一个机会要长尾山羊，请起来。啊！哇！老师。还有其他的机会，剩一个尔。就好，啊，恁手要放去无？轻轻啊。就好的哦。就好。就好啊，是要哪里？因住伫咧，就好。请起来。嘿。真正无。紧嘞啦！现时，你分互伊。我甲你讲，这金箍箍嘛是真好。来，将摕一金箍箍。多谢啊。世界唯一哦。好。宇宙第一，世界第一。多谢。宇宙第一，世界唯一。多谢。没啦，唔爱郁住啦。啊，大家搁继续练习，啊，尽量拼，一定会摕到宝藏，好唔好？好。爱讲台语的小朋友上好，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欢喜高。